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伫高雄有一间托婴中心，标出收伤侪囡仔，聘用无教保资格的老师，而且佫唔开冷气，互真侪囡仔是拢热甲生病啊。社会局讲，伫5月甲6月的时阵，拢有去稽查，发现因无经过核准，就聘用托育人员，佫伫无立案的空间照顾囡仔等等。目前已经甲因撤销准公托的这个资格，嘛协助17个囡仔换托婴中心。若唔开冷气的代志，会阁请专家去评估。老师带囡仔行伫托婴中心内底，要其他囡仔伫较凉所在活动，除了户外活动，有日籍老师指控，入去教室的囡仔也热甲亲像伫外口共款，因为医方要求老师免伤早开冷气。是很热啊，然后会长一些热疹啊，问园方可不可以开冷气，提早开冷气这样子，还是都没有改善。日籍老师指控，长期以来有的囡仔早起7点半就到会，煞到11点才开冷气，未少囡仔热出背啊。家长反映也无改善，也发现托婴中心请无教的老师超收学生，环境无好。是一个储藏室，很小，真的很小，而且他们那个地方有冷气，但他们没有开。未经核准就聘用托育人员从事托育的行为，另外呢，也在没有立案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收托照顾孩子等违规的情事。政府表示，托婴中心本来有准公托资格，稽查了，因为违反离校法，已经伫6月撤销准公托资格，17个囡仔也转去别个所在。社会局裁罚的一些争议，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吗？现在不方便，不好意思。政府认为无开冷气是托育安排，会请专家评估辅导，确保囡仔的托育权益。卡托婴中心电话无人听，到学校查证，今日员工应答无法度代替主管回应。医方答复家长的批是强调所谓违规事实，是师生进前托婴中心进前无成停无核准，对主管机关认定确信，会尽上大努力向社会局申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警方抓到一个23岁查甫人，伊之前就捌因为诈欺去互抓起来，即马伊咧做诈骗集团的共犯。另外有一个要80岁乌子桑，伊去拄到爱情的变身啊，伊打算要开100多万来买50多支的红酒。银行的行员发现无对当，是赶紧叫警察来甲挡。几多回便衣警察甲即台白色的车围掉的，坐伫驾驶座的查甫人也当场被抓来。涉嫌诈欺哦，所以我们要确定要逮捕。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才23岁，2个月前就因为涉及诈欺被抓，不过伊无学好，又搁去做车手，毋那是人被抓，警方也发现嫌犯的配备正潮，伫犯罪过程就敢若是一台行动 ATM。结果民众遇上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案，损失近200万元。本所配合招诈男子再次相约车手面交处置，查扣多项证物，其中更包含一台点钞机以及犯案自小客车1辆。整起犯案过程犹如行动 ATM。诈骗的名目是啥物拢有，啥物拢无奇怪。台北最近有一位要甲80岁老先生去柜台要领钱，行员发现无写着，赶紧通知警察。那一个变李佳怡，不是迄个波波吗？波波是我女朋友。这老先生打算要领上100万，只是为了要让查某朋友欢喜。警方调查发现，老先生是互人加爱情高叫去骗去。网友叫伊去买50多罐的82年的老杯红酒，讲若转手了会当获利，只要按呢去做，才能证明有爱。员警到场了解后，老先生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到心仪的对象，没想到是诈骗集团的成员，要求他购买大宗高价红酒表明爱意。面对着诈骗案件一直发生，105反诈欺专线咨询电话，搁再增加语言的服务。除了原本的中文，这摆搁新增加英文加客家话，也24点真久服务。因为诈骗案件正严重，若果无设法解决，对个人的身心拢是正严重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台东的美南乡有一个便利超商的店长。因若像是不满清洁队，敢若针对伊但的本色，要求伊就要拆开来检查，看内底敢有无合规定的物件。所以，这个店长就气甲跳入去本色车的车道，这个行为是真危险。目前警方是已经开始调查，要来厘清这个店长敢有妨害公务。本色车伫清本色，无奈暂时停伫路边，因为车道内底毋那拢是本色，结果有一个查甫人徛伫内底。
这查甫人伊讲伤欺负人啊，看起来真生气，徛伫内底几啊分钟，尾啊才落车。不过看起来火气也是真大，伊甲清洁人员理论。到底什么原因啊？火气这大，这生气咧？倒来到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台东县边南抗议查甫人就是连锁超商的店长。23下晡4点外，敢若不满倒粪扫红要求，第一拍开要检查，真生气跳入去粪扫车内底。对方发现说你很像，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检查你，只是检查我的？然后就开始有了争执，观感不好啊，而且危险性又高，人家又在执行公务啊。危险，真的很危险，自己看到我也吓一跳啊。这店长过去捌见过超商事件废弃物，经过稽查不爱甲收，即摆倒出来底粪扫，红要求拍开底下检查，讲别人无检查，干来检查伊的，真生气才安尼做。结果清洁队粪扫无倒收，只好报警处理。做解释说，因为我们认为有疑虑，所以我们才会做破袋检查。做了破袋检查之后，他就认为说，我们是针对他来做的这样特殊的情形啊。跳到粪扫车的车道内底是真危险，因为粪扫车有压缩设备，哪个地着害啊！警方有加2拉，通知双方到案来说明，继续来调查是不是牵涉妨害公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2件台中的警察掠通缉犯的消息。有一个警察去一间铁厝，要掠一个毒品的通缉犯，结果一个歹徒塑胶刀要伤害家己，威胁警察放伊一条生路。另外一件是一个早起的通缉犯，警察甲伊临检的时阵，伊惊配合，落尾手讲要转去摕证件，煞向逃窜。不过警方嘛无咧惊伊，落尾手这2个通缉犯是拢去互警方抓起来，移送法办。自己出来了啦！拢甲安尼啊。4单的查甫人为着闪避警方的查缉，迄日去台中探出一间铁厝徛过便所，警察为伫外口要抓伊，无像4单的查甫人雄雄摕一支刀啊，拄伫家己颔棍顶面，拜托警察放伊一条生路。打他手！你打人啊！不要啦，你不要这样啦！走，不要！警察派人43岁4单的查甫人有3件毒品通缉案件，也都无有警察抓，也冲破这个包围。警方随呼叫巡逻警察来支援，结果喷辣椒水甲抓到，专案依照妨害公务、毒品通缉这罪嫌移送侦办。危急之际，员警使用辣椒水，并迅速上前将其压制在地。该陈姓男子为涉嫌3案的毒品通缉犯，全案依妨害公务罪及毒品通缉等案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我是不是老对？另外，这35岁姓的查甫人，相关也是通缉犯，进前伫台中中区，因为行迹可疑，互警方查落，过程中规身躯避避窜，当时分成伫多处所在，确实向人越头就走。警察赶紧骑车掠人，趁这查甫人无说离跋倒时阵，赶紧甲掠起来。王然自知瞒不过，转身逃跑，并于逃跑过程中不慎摔倒受伤，经员警逮捕后，全案依法将王嫌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讲，这4号查甫人涉关3件早起案，互通缉，至少面临4年有期徒刑。为着无想要用掠去关，已经走路1个月啊，尾也是互警方移送台中地检署接受法律的制裁。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0号风台33，目前是中度风台。按算27至29的时阵会影响日本。若要去日本旅游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风台上新的消息，也有相关的资讯。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因为各地同款是真烧热，不过东北部可能会落阵雨。气象署已经针对台中、彰化、云林发布豪雨特报。因为过到有的所在，尤其是伫西半部，也阁有各地山区是较会落雷公雨，甚至这雨会不哩粗。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早雨伞或者是雨伞。今嘛热人较会做风台，或者是过道的时阵，清早会上大雨。因若路边的树啊，若是固雨叶，若是无固雨用、白雨灾，这安全的问题都要特别注意。有监察委员指出，这5年来，全台湾已经有袂少件树啊倒去，甚至其中有6件跌死人的案件，而且包括病虫害，也有空间伤下、树根发无路等等的问题，所以要求中央甲地方都要来检讨甲改进。
有一位婚姻人将要过车路，所好路边一丛倒来树仔喊着。今年二月，台北市无落雨也无透风，一丛路树仔突然间倒来，若记得着停伫咧路边的车，连过路人拢被弄着。好佳在送病了无大碍。因若伫最近中昼过了，天气拢会有变化，突然间大风大雨，也常常造成树仔倒来。当然还是会有一点点，停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注意一下那棵树是不是有点倾斜啊，那个也是运气吧。有时候会啊，我们这里内湖树蛮多的，找那个什么树木鉴检师吧，应该是这个他们要定期要检查的。港委王佑玲调查发现，最近5年来，各地已经发生6件路树仔无有劲倒来造成死亡，加上百件赔偿的案件，也讲包括着变虫害、种树的空伤话、土壤的高度无够等问题，拢容易造成树仔起气有倒来风险。为了保障民众行路的安全，港委希望中央加地方爱检讨改进。既有道路路树来不及的改善的部分，我们会加强巡查跟加固，来加强路树的安全。同市永光处讲，林行道的空间无够，连带造成种树仔空伤侪空，路树仔生长不良。除了评估会甲树仔扫到公园，也会探讨改善林行道时阵进行甲树仔空扩大的工程措施。因若路树仔的变虫害问题，已经请厂商加强派人巡视。种在路边的树仔有调节气候，也有改善市区风景的功能。要安怎兼顾民众的安全，政府爱用心去做。记者综合报道。休热期间，有真侪人拢爱去海边佚佗。不过有民众指控讲，伫咧垦丁的海沙堡，抓这个雨伞煞是去互当地业者霸占去。若是想要用家己扎的，业者佫会叫因带来刷走。因若垦管处是讲会加强稽查。不过嘛讲，海沙堡有一部分本来就是甲业者合作的，因会当纳权利金来租借这个雨伞互人。另外，嘛有保留互民众家己扎雨伞来使用的区域。沿路的垦丁人满山拖客满耍水的民众，真侪人自备凉伞来掠日，说互外界质疑游客若无做业者的凉伞，会互要求刷走，以免阻挡着因的视线。嘛有游客指控业者的凉伞规工插伫咧沙滩，影响着景观，却无看到垦管处有何来处理。哪些地方是他们业者在经营的地方使用？那哪些地方是游客使用的地方？要求业者不能排除一般游客进来。麻烦恁人地因业查。垦管处表示，将会加强处理，嘛强调国家公园内底沙滩真侪甲当地业者合作，一部分的区域提供给业者来出租，业者交着权利金，也是负责着沙滩阿仔维护，但是一定有固定的区域给游客来使用。船帆时虽然也未甲垦管处合作，不过业者自主管理来维护沙滩环境，嘛强调绝对袂要求游客袂当家己扎。肯定这个天气谁受得了？是。只要排的整齐漂亮，其实都 OK 了。今天阳伞插在这边，你故意要插在我前面，让我没办法做生意，这个就不对了。那你只要不影响做生意，你插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没关系，大家虽然有管理者，但是没关系，大家一起共用都可以。警方就是表示，23号到28号，逐工早时拢会派人甲垦管处人员前往白沙、南湾、小湾，还有船帆时顶沙滩来进行稽查。目前发现违规拢是以劝导为主，也无开单告发。记者王丽婷、明昭、关屏东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根据了解，中信金按算会伫今仔日向金管会申请收购新公金。也那台新金嘛积极布局委托书定求通路，按算要伫10月初9股东的临时会并落。来看自由时报，中国 hip hop 歌手王以太以后一站中国台北来做唱片宣传。按算伫9月14要来台湾举办演唱会，不过因为主办单位是先卖票了才做申请，而且王以太涉及矮化台湾，去互陆委会等等的单位拒绝来台湾演唱。也那陆委会强调讲，因文宣的内容已经违反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许可办法的规定，依法未核准因来台湾开演唱会。过来看中国时报。中国头一个因国产3A 级的电动乌成为悟空，20上市了后，伫各国是卖甲下叫。不过咱台湾煞无卖，有网友就质疑讲，这敢是有政治的因素。苏珊书伫2号讲，因为中国的电动若要伫台湾卖，需要授权台湾代理商来营运，
目前是也无收到厂商代理证明的文件。继续来看美国争取联合国大使海莉来台湾访问，有去参访咱的海军基地，也佮有国造的畅水艦。海莉表示，咱台湾用行动确保自我防卫能力，嘛讲无认同川普爱台湾来保护费的这个言论，而且嘛认为讲美国应该爱增加对台湾的军事训练甲军售案，嘛真欢喜看到台湾加入美国的国防供应链。You know, I will tell you, Taiwan is full speed ahead on making sure they're doing everything to protect themselves. 透露访问台湾期间，受邀请参访咱的海军基地，见证国南国造。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莉表示，台湾用行动确保自我防卫能力，协助中国，无认同川普保护费的讲法，指出美国应该增加对台军事训练甲军售，提悬台美合作关系，也乐见台湾加入美国国防供应链。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immediately increase its training that we do with the Taiwanese military on all aspects. I also think that we shoul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weapons that we send to Taiwan. 不过，中国除了武器，也继续文攻。最近，咱的友邦帛琉总统惠淑琴指出，中国各用军工做武器，是压帛琉甲台湾断交。美国国务院回应北京掠夺性的经济行为破坏法治，也助长腐败。美国鼓励所有国家扩大甲台湾的活动，不过中国是压的事件是真多。他这没有挂我们中国的国旗。进前巴黎长城桂冠酒店无挂5000旗的事件，引起中国网友抵制调。军家几日讲了后，长城集团发声明回释咧，佮强调认同九二共识，甲反对台独。这也互咱的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中共想要以商逼政。外交部对威权中国以经济胁迫等手段进行政治操弄，企图以商逼政，影响国际商业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当局透过小粉红出征的举措，显为中国对台及对外认知战的一环，正如同其战狼外交的行径，只会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反感。陆委会也严正抗议中共操作民族主义、鼓动倡扬网友霸凌台湾企业的做法，指出中方行动已经造成国际社会甲投资者的疑虑，也有台湾民众的反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军事的消息，由中科院研发的瑞恩2型无人机，甲国军演习的过程，即时团起指挥所甲作战中心，对建立战场共同的导向是真有帮助。也那无人机伫明年的国防预算是嘛占真大比例。专家是肯定国军重视无人机的战力，嘛希望会当加强研发大型无人机的量能。滚出真热的火焰，高速离飞机海军海防大队涉及向风2型反舰飞弹精准拍到，飞船炸甲脆糊糊。富江军舰发射向3反舰超音速飞弹，同款精准拍到北南。国军113年精准飞弹射击，各种飞弹拍中目标，画面震撼而且清楚。两者镜头的幕光线，就是由中科院研发的瑞恩2型无人机，将即时影像传到国际指挥所甲作战中心，建立战场共同导向。另外，还个人进行真数情报告支援海上搜救，因为无人机会在明年咱的国防预算当中占真重大比例。专家肯定国军重视无人机战略，不过也认为咱研发无人机的脚步比对方较慢，爱赶紧对着。我们的中型无人机啊，比如像瑞月2型啊，甚至我们然后谈到瑞月3型这种无人机，我们已经研发有成。但是呢，在大型无人机的部分，像是腾云2代啊，其实这部分的努力我们可能还要再加强。否则的话呢，我们很容易被对方所超过。国军这个强化部队前战略，不过强军依然继续交代国防部查到12架强机、8架的强艦，4架中方公务船在大海周边活动，其中7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是要加强军事施压。不过国军遇到例行重要演习天马操演，2日在屏东绑线开始。主要是在验证部队反装甲武器实弹的精准射击效能，其中包括偷式飞弹夜间射击的项目。这摆天马操演白天暗时射击突破，要验证信息，热很相宜的野战能力，也要展现国防量能，互强军唔敢超过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要来关心中东的局势是又搁加悬啊！以色列讲有收到黎巴嫩真主党要甲因报复的情报。
所以伫个24暗的时阵，就大声对真主党伫个礼拜日的40个据点发动攻击。也那真主党嘛动用大量的无人机，甲300多粒的火箭弹来反击。即嘛以色列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个搁一个，以军一直瞄准地面的目标攻击。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无停过。以色列国防军日个表示，24暗时收到情报，显示真主党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行动。对此，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甲国防部长、参谋长协商了后，决定先攻击真主党的所在据点。צה"ל פועל מאז בעוצמה לסכל את האיומים. הוא חיסל אלפי רקטות שכוונו לצפון הארץ, ומסכל גם איומים רבים אחרים.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表示，为去年以哈冲突爆发了后，真主党已经向以色列人民徛家甲社区发射6700多粒火箭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一度搁伫个戈兰高地造成12名儿童死亡。对真主党的目标，以军采取自我防卫消毒威胁。In a self-defense act to remove these threats, the IDF is striking terror targets in Lebanon, from which Hezbollah was planning to launch their attacks on Israeli civilians. 了，真主党就伫个当地透早5点半开始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动用无人机甲发射320粒火箭攻击以色列11个军事据点。虽然以色列天气系统拿走真侪真主党的飞弹，也毋过北部的沿海城市亚克有关有一名妇女受到轻伤送病医治疗。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佮一度关闭首都特拉维夫的班古里昂国际机场，互真侪旅客受困伫机场。纳坦雅胡嘛伫个25早起7点召开安全内阁会议，由国防部长格朗特宣布，未来48点钟以来，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来关心巴勒斯坦伫个26个时阵发生2件严重死亡的车祸。伫因的西南部有一架巴士滑落山坎，造成12个人死亡，32个人受伤。也那伫个因的东北部有一架载24个乘客公车摔落真深的山坎，包括2个妇人人，也有1个囡仔在内，车底24个人是拢总不幸死亡。巴士滑落去山坎时阵，过几路电，规台车体拢变形，造成重大的死伤。这台车是自伊拉克经过伊朗要登去巴基斯坦，伫咧西南部马格兰滨海公路出代志，车顶的巴基斯坦乘客拢是要去朝圣的，引起伊拉克圣城卡尔巴拉参加纪念活动。警方表示，初步看起来应该是车挡啊歹去。伫几点钟了，巴基斯坦东北部巴控克什米尔旁遮普邦东边的卡乌塔区，有一台巴士滑落去山坎，车顶24个人，包括2位妇女加1个囡仔，全部死亡。गाड़ी में टोटल 24 लोग ही थे और 24 की डेथ हो गई। ये चादरों वगैरह परने वगैरह जो है इनमें बांध के हमने इन जो डेथ हो गई थी जिन लोगों की वो हमने उनमें बांध के ऊपर लाई। कुछ लोग सीटों के अंदर प्रेस हो चुके थे वो हमसे निकल ही नहीं रहे。巴基斯坦常常发生这种交通意外，大部分拢是因为交通安全规则执行了无够严格，驾驶的训练无够，抑个交通基础设施拢无得咧保养，所以若逐回出代志就死伤惨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网络的通讯软体 Telegram 因为无啥咧管制言论，称载互一寡想空想胖的人用来传播假消息，也是诈骗、洗钱，甚至是走私毒品等等。即嘛，一个软体创办人杜洛夫伊人伫咧法国，去互法国的反诈骗办公室抓起来啊！通讯软体 Telegram 言论自由，无虾米管制，互全球的越发用户过去几档成长真紧，到暂时达到9亿人。也毋过嘛，因为欠管理甲审核的人员，软体受到诈骗、洗钱、走私毒品这违法行为滥用。创办人兼执行长的杜洛夫因此获法国当局通缉。经过法国媒体报道，杜洛夫是伫24坐私人飞行机，为亚塞拜然飞去法国，到巴黎郊区的勒布尔热机场的时阵，互法国海关的反诈骗办公室官员逮捕。今年39岁，杜洛夫是俄罗斯人，有俄罗斯萨克伯格的名号，前后创立社交网站 VK 甲 Telegram， 因为拒绝俄罗斯政府要求关闭反对派伫 VK 小号，佮爱伊甲 VK 平台卖出去，伫2014年离开俄罗斯，而且伫2021年加入法国公民。2017年，俄罗斯借口要监控恐怖分子，要求 Telegram 交出用户资讯，可拒绝了后，就互法院判决封锁服务，引起部分人士的抗议活动。Здесь за наше право иметь тайну личной переписки, наше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обеспеченное нам 23 статье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которого ФСБ нас лишает.
总部伫杜拜 Telegram 因为欠言论审查机制，伫包括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俄乌战争的资讯战，拢有发挥作用。也不过其中有真侪无审核的内容，常常有错误的消息。美国福比士杂志估计，暂时杜鲁夫的身价达到155亿美金。伊捌表示受到部分国家的政府施压，也不过认为 Telegram 社群应该保持中立的态度。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中美洲的国家洪都拉斯去年甲台湾断交了后，换甲中国建交，原本期待会当拍入去中国白虾仔的市场，想袂到中国的生理人无愿意付甲台湾同款的价销。今麦洪都拉斯水产勇士协会讲，甲台湾断交了后，今年因饲虾仔的农民损失是有甲台票1亿3000多万。今麦想想的，甲台湾断交实在是欠考虑。来看泰国的度假胜地普吉岛，顶礼拜落大水雨，造成水崩山，致使13个人死亡，其中有2个人是罗西亚人，有9个人是缅甸的移工，2个是泰国人，而且还佫造成差不多20个人受伤，200多户受到影响。来看澳洲雪梨南部，昨昏早起发生一件赛车甲人弄了后，佫行刀仔共扑的事件，造成4个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个警察，还佫有1个人传出心脏病去。有外国媒体指出，这个嫌犯犯案了后想要逃走，不过也是去予警方抓起来，目前当进一步的调查。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 AI 当时行，国科会按算伫5年内投入360亿。甲台湾打造做 AI 之岛，要来争取华语文的话语权。不过专家就提醒政府，未来制定 AI 相关的法令，都要注重发展 AI 对劳工事业也有产业转型等等的影响。讲一句中文，经由泰德语言模型电脑使用客语来做出回应。这个模型甲公共集团的台语台、客语台产出的节目内底所用到台语甲客语拢包入入去，加上公司的国际新闻甲节目制品，斗阵来丰富资料库内容。考虑 AI 方面全世界，中国百度推出部署文心一言，咱国科会也推出泰德，要增加华语文的影响力。如果他被恶意的国家、组织或个人他所错用的话，我们要怎么办？他记得很多，然后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产业或者是工作即将要被这些人给取代。学者认为讲 AI 发展牵涉国家的主权、性别平权这面向，也带来不少产业的失业问题。参加会议的乐团代表坦白讲 ，AI 虽然产生新一波的工作机会，不过造成的失业的冲击更加是袂使来忽视。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包括数位转型，包括公正转型，不只是低薪的风险还有包括说因为这些科技所可能导致的新的风险。乐团提醒，政府未来伫制定劳工政策顶边，除了讨论基本工资这部分，未来伫制定 AI 相关法令，更加应该爱顾及 AI 对劳工失业、产业转型这影响，将法度降低对社会冲击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前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推动的公办多间社会主体大量新城，4年前才当完工，不过漏水等等的问题是真严重。这个住户最近收到市府的公文。讲相关改善的工程都要开255万，而且这个钱叫这个住户都要负担，互因是无法度接受。也若台北市长周万安讲，维修的钱政府会出，也若改善工程的经费会阁协商。流到这边全都是，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用虹吸原理。真无奈，只好家己做这个接水的工具，因为这个桶仔是一直伫修理。不过一落雨也是漏水，厝起4年外尔，四界拢是变干嘛？外口更有积水的分量，风吹来也呼呼叫。这是台北市大同区台北市长郭文德任内开14亿起的公办多间社区大量新城，不过民众大入去了后问题不断，去年因为老爸顶淹水，造成电梯大故障，而且最近5号雷阵雨，大楼厝甲更加连续雨4那拍掉，造成太路落来。那个墙角打下来的落石水泥块，万一伤到人，那个也是很恐怖的，保护度不够啊。怀疑这个避雷针根本就无效，报修更加是真困扰。因为最近佫收到台北市政府的公文，讲相关的修理属优化工程，经费大约255万，爱管委会分摊费用，后面将是无法度来接收。漏了再修，修了再漏，一直到现在也修不好，还叫我们付钱，
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事情。蒋万安真的不应该让这些住户再花任何的1毛钱，你们没有一个好的房子还给民众，现在却要民众付255万的修缮费用，这简直是吃人够够。对于新增设施的整体优化，我想这个部分相关费用上述也会持续跟管委会来讨论。对此，台北市府强调，维修部分一定是市府来负担，也来优化部分的费用。市长周万安讲，会请相关局处国家管委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统计，从107学年度以来，台中的学校公布的量是一年比一年愈来愈多。互兼任行政人员的老师是强要记载袂牢，也来校长目前嘛找无人会当来做行政的职务。教育局回应讲，已经有简化流程，像讲公文、公告、演习、甲开会之类的，会尽量用线顶或者是合并处理的方式，来减轻行政人员的负担。学校特别开学，暗过率团出兼任行政老师出走场。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受到基层老师投诉，学校公务量每年增加，要配合市府其他局处宣导政令。部分学校佫要求代理老师兼任学务处组长，大家拢真忝。这些兼行政教师他们来讲，他们是表示说，其实行政减量是骗人的，因为不但没有减量，而且还增加。台中市政府其他的局处他们会常常要求学校来宣导、回报成果，所以各校兼行政老师全部都累班了、累垮。台中市教育产业工会统计，为107学年度以来，学校年均公务量为5816分，一直提悬到112学年度6698分，加上教务公告有超过万件，教师法无规定老师有兼任行政义务，互真侪校长才头痛。教育局表示，已经先台选会中央市府各局处甲学校无关系公文，其他一般公文直接伫电子网站公布公告，由学校家己点发减轻行政人员负担。公文的一个处理方式，那相关研习跟会议，让它简化流程或合并办理。学校同仁他们在行政的部分能够减量，让教师他得以在教学专业的部分，让他更有心力来做处理。市府强调会尽量简化行政流程，保障好要求学校提供资料，演习开会用线顶或者是合并办理，减少人员时间，宣导市政成果，应互民众了解自身权益，学生了解公共事务，并无啥物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嘉义民雄，伫旧历7月份的时阵，拢会举办大树野祭，在地庄仔头拢会普渡办道。不过，即马这已经愈来愈少看呀。在地商款发展协会今年甲普渡办道结合在地表演团体，希望会当互民众做伙来了解大树野祭传统的文化。无同款的，比如讲，咱歌艺内底角色吼有4大角色，嘿，吼。小生、小段，小段，吼小抽啊！伫台顶向民众来绍介歌戏的文化，嘉义县民雄商圈发展协会配合大树野祭，举办普渡办道的活动。我若准备食的物件，佮邀请在地文化团体绍介大树野祭故事甲文化。较早吼，伫台湾吼，漳州两岛吼，师兄真侪啦吼。较早普渡受着一个度化者啊，这师兄者冤魂祭祖。但是即马普渡无共啊吼，即马普渡一种对神的敬意啦吼，嘛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人人绣花红，当条地球开，三生坐下共。除了绍介大树野祭庙口文化，佮透过办道的机会，互民众来体验歌戏的扮身。民雄商圈发展协会表示，借着一年一届的大树野祭，互豆豆无记的普渡办道文化，会当互民众有无共的体验。来到我希望来到这食饭吼，不只是食饭尔吼，食办道尔。吃到这个山海之后，我们还可以了解我们民雄的文化，然后包括咱传统的版仙的艺术哦。即我来这第5冬啊嘛，进前2冬拢有这熟悉朋友啊，伊拢会大家讲，普渡时阵是安怎啊，大市啊，这是安怎呢？就定定来同工讲就知就走来耍安尼。商圈发展协会表示，较早的办道是民俗，即马办的是文化活动，除了是希望让少年人更加熟悉民雄的传统，嘛会当透过体验的过程，增加对文化的认同甲印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过来看，伫屏东山猪门有一间学校，由老师带学生用传统的作物红茶来做题目，访问长老收集在地传说，而且结合部落的文化来创作绘本。希望透过绘本，会当互大家认捌原住民的文化。
山顶门地毛是国小的学生当咧用族语读绘本，故事是咧讲原住民传统作物红梨的传说，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认捌排湾族甲罗凯族。知道排湾族的文化之后，只有白布蛇、老虎之类的，除了红梨以外，红梨其实在排湾族或者卢凯族都是很常见的一种农作物。自己能够完成这一本绘本，很有成就感。这个绘本有梨烦扰是排湾族庆的族语话音，是10位学生甲老师共同创作的。故事除了写红梨，也讲到日本北境之一的天鹅湖，甲当地传统领域掠看到的水路。故事佫画出排湾族罗凯族的婚礼仪式甲分享文化。其实是针对一些历史故事去做一些改编，那融入了我们德文的八景，像是天鹅湖啊，甚至一些部落文化、酿酒文化、婚礼文化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啊，去创作、去完成这一本家乡绘本。德文分校伫海拔800公尺山顶，老师甲学生用下课时间去访问部落长老，听因讲过，再用文字角度画出德文部落的在地红梨传说，希望透过这个绘本，让愈侪人了解部落的不散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电视上头，昨昏是阿公阿嬷节，家人的海科馆就阿公阿嬷、阿有学生囡仔做伙来举办环保音乐节。这个乐器拢是用海枝仔捡来扑球，也有水流茶粿制作的，希望让大家会当享受音乐，会当推广爱护海洋的观念。一定阿公阿嬷若唱歌，若配合音乐广告，详细甲看就发现，这乐器拢是用浮球、水流茶做的哦。其实这材料拢是对海边啊捡来的，为着要和平众注重海洋本色和环境的议题，伫嘉南的海洋科技博物馆邀请乐器手学师傅教时代安怎运用这海洋本色创作乐器，然后选伫8月25阿公阿嬷在即天来办音乐会。阮自细汉拢伫海边耍发现其实很多海废垃圾嘛。其实我最早我就想讲，其实那个浮球，我就想讲，这应该是会当摕来做鼓。这场音乐会唔但有来自社区的潜水团和学生囡仔，海科馆嘛邀请馆内乐龄学习中心的学员，逐礼拜来和专业的老师上音乐课。有学员就分享讲，这唔但互海洋本色有新生命，嘛互因的退休生活充满活力。浮球啊，这就是无用的物件，啊，无拄捡起来，就搁嘛是搁甲单调做粪扫安尼吼。唔但即个物件伊会活起来，连阮的生命搁较活起来，搁第二春搁来啊嘿。共同来做这个代志，其实是足好的代志。为咱的台湾，为咱的地球，大家贡献一个心力。这是阮海科馆同注重的代志。海科馆强调，博物馆唔但是展览典藏传播知识的所在，嘛有推动终身学习和社会教育的使命。因希望透过这款活动，唔但互时代有成就感，嘛通互民众有爱护海洋的观念，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嘉南报道。除了嘉南的海科馆，伫台北嘛有举办阿公阿嬷节科学的活动，要互祖孙啊做伙来参加。透过同齐体验科学活动的过程，会当享受天伦之情。趁接下查某孙仔甲阿公阿嬷斗阵进行恢复轮流体科学实验，哪走有够紧，就因感觉脚行伫水边。趣味的实验过程，互祖孙仔拢算甲真欢喜。选在开学前最好了，因为小朋友要收心了嘛。借这个机会，跟爷爷奶奶再做一个暑假的完美的 ending。跟爷爷奶奶玩，画卡片给爷爷奶奶。教育部为2021年发起，将每年8月第4个礼拜日定为阿公阿嬷节。台北这场祖孙仔斗阵学科学活动，主打互孙仔带阿公阿嬷行入科学快乐王国。爷爷奶奶能够记得那个孙子孙女的生日，但是孙子孙女都不一定记得那个爷爷奶奶的生日，所以能够串起这个活动，这是最大的目的。And you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transfer to all those younger people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因为休热特别结束，主办单位强调，透过阿公阿嬷甲孙仔的团聚，斗阵进行科学实验，彼此合作，互阿公阿嬷感受祖孙仔的快乐，无形当中，祖孙仔感情更较亲密。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人拢真爱啉拿铁。昆山科技大学有一个3年的学生陈秀伊，伊伫马来西亚参加2024拿铁艺术比赛，甲为世界各地来拢总44个选手做伙竞争。落尾手伫总决赛以红鱼也有变色的图钉这2个图摕到世界冠军。伊今年23岁，就遮尔专业，嘛得到评审的肯定。用牛奶泡画出无同款的图形，伫咖啡店馆做花。伊是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管理以及厨艺系进修部3年学生陈秀伊。今年伫马来西亚的拿铁艺术赛，甲10个国家44位选手互相拼技术，最后以红鱼甲变色图钉2种图形摕到世界冠军。插花图形是以基础功为主，那其实基础功变强，在做其他的图形就会比较简单。然后奶泡的厚薄度跟温度都会影响到奶泡拉花的成型。我们因为已经习惯做图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画完，然后大概拉个1罐2罐牛奶，就会可以大概掌握到一杯图形的图案的80-90%左右。指导老师表示，今仔23岁的陈秀伊，其实本身就已经是真专业的咖啡师，平常时是真喜意咖啡，嘛会定定甲人客讨论相关的知识。这届嘛是透过面谈练习，才有法度得到世界级评审的肯定。那这个比赛呢，就是以 battle 的方式 PK。那前面呢，他会先用评分的方式来制作咖啡。这次陈秀伊同学呢，在这个比赛上，在第2轮的评分项目呢，他拿到了第1名，就是成绩最高，直接晋级到决赛。那在决赛呢，会是两个人 PK。那他也在决赛中拿到了冠军。即摆陈秀伊已经是一位讲师，开始咧甲别人做伙的技术。伊讲，刺激的比赛会当得到满满的成就感。伊透过比赛鼓励家己，勇敢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希望家己的故事嘛会当鼓励别人，嘛希望会当互愈侪人做伙来体验咖啡做伙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之前为一个代表咱台湾参加巴黎奥运霹雳舞的选手孙静，就一阵打伫荷兰的 IBE 国际 Hip Hop 舞蹈节摕到1对1的亚军。25伫斯洛伐克的爆炸节比赛摕到1对1比步的冠军，创下伊个人甲咱台湾霹雳舞的纪录。经过奥运的比赛，孙静的表现是愈来愈好。伫爆炸节50个选手内底，一路拼去到决赛，落尾手有赢过乌克兰的对手，嘛摕到伊个人头一个世界冠军。2024威廉波特世界小棒机票赛，咱台湾的代表队以4分比1分赢过委内瑞拉，摕到国际组的冠军。人15年阁拼入去世界冠军战。拄则伫咱台湾时间半暝3点的时阵，对战美国组的冠军队，拍下延长赛，将其尾是以1比2摕到世界亚军。中华一直欢呼拍坡啊！真侪台湾侨胞包车甲家己赛车到场为小众加油。2024威廉波特世界小棒锦标赛代表亚太区出赛的桃园市鼓山国小小棒队出战代表南美区的委内瑞拉队，最后4比1胜利，摕到国际组冠军。隔15年，个晋级世界冠军战。今天我们和队友一起拿到国际组冠军，觉得很开心。然后对明天的比赛超有信心，一定可以拿下这个胜利。我今天为球队贡献1张打，然后拿到了国际组冠军，明天要拿世界冠军，加油！这是届威廉波特世界小棒赛台湾代表队派出的先发投手赖成熙，这是伊伫小棒生涯最后一场。上场5点1局只被讲出3支安打失1分，无论球速也是变化球，拢到位稳定控球，完全压制委内瑞拉队打者的火力，表现真精彩。今天投5点1局，拿11次3振，碾压全场。稍帮做事投球，觉得自己表现很好，10分。这一次在赛前期，大家的气氛就很热烈，家长们、球员们其实心情都很亢奋，所以今天我们的先发投手赖成熙也表现特别的好。鼓山国小小棒队第2024威廉波特小棒赛当中，一路打败加拿大、澳洲、古巴、日本、委内瑞拉，用全胜的纪录得到国际组冠军，会伫26透早3点对战美国组冠军，要拼过18年世界大赛总冠军。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针对的签署的物种发布头一份全面性的报告，内容讲世界上有要一半签署的物种数量正在减少，上较严重的是鱼仔，有97%面临断种的危机。真济动物会对季节变化相较无共款的环境，按过根据伫乌兹别克开的联合国迁徙物种保育公约缔约国大会公布的全球迁徙物种现况，世界上有将近一半，差不多44%的迁徙物种族群量会下降。由联合国监测将近1200种当中，有超过1/5是伫灭绝的危机。这数据来自国际自然保育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上严重是鱼类。名录顶悬有97%的鱼类拢面临灭绝的威胁。会议当中也指出，这个选鱼物种消失的原因包含生态地丧失、非法猎捕，或者是污染甲气候变迁有关系。不过，保育这动物无法度靠一个国家。联合国也讲，希望促成更加积极的跨国合作。We cannot protect migratory species without multilateralism, without unity, and without transboundary cooperation. So I'm calling on all countries and all parties, all communities to work together. 现大部分的消息拢无乐观，不过也有成功的案例，譬如开协合作，和塞浦路斯非法友邦的掠鸟少91%，哈萨克将赛迦羚羊为灭绝的边缘诱转来，海峡顶14种保育名录顶悬的物种也有改善。公司新闻深入背编译。在吉伦兰岛东南部的苏科苏比上这个所在，是地表上界偏远人类定居的所在。不过，即嘛因为气候暖化，和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嘛影响以帕拉为生的家庭。哈梅肯酒精久了后，总算抓到一只海豹，伊当场处理，把片甲皮都炸断，家己用甲皮。出身因纽特原民的哈梅肯是格陵兰岛斯科斯比松的全职帕拉人，因合法帕拉甲被野生动物，亲像伊安尼全职帕拉人，伫总人口只有350多人的斯科斯比松内底只有10个人。Pwede pinang ati so na may akuang aro kami ni si tapapu naka amakaya ang itapapu at mar pisakatingin natin udiwia atatu dan aging mapa。66岁哈梅肯是当地社区团结的帕拉人，这次会完成老人训练了后，就展开猎捕的生涯。过去50多年，总共掠319只北极熊，还有真济海豹甲独角海翁。伊一个人带一阵雪地犬出发，一摆用出门几啊礼拜，走伫冰泉冰河之间，相关的记录一摆炸断的3只北极熊。不过，到这个世纪，气候变化，伫极端的暖化速度比其他所在近4倍，当地生态大失衡，野生动物数量愈来愈少，加上养蜂造成冰泉愈来愈薄。过去一年冬天拢用拍蜡，即马热天了后冰泉就扬起，看过去一片的海水，只剩冬天用出门拍蜡。今仔日有啲人嘅尖，是佢做個，今仔日做不是咪那做咧。29歲麥德森是少年的全職帕拉人。麥德森講到環境局變造成野生動物減少，加上2000年了後，政府開始實施獵捕配額制，一年間能掠35隻北極熊的政策。麥德森對面臨的困境是真無奈。Bila jauh kisah nurut, ada sultan tam nanti tahun itu nanti tahun ini tahun itu, purina tam tinu purina。文明生活引起气候变迁，摧毁唔那是自然环境，连人类家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玻璃在，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
28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